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迹，能成为新生活气。我献上生命给你。过去的事，将来的事，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，我所有希望，我所有计划，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。哦，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迹，能成为馨香火气。我献上生命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迹，能成为馨香火气。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献上生命给你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献上给你，我献上生命给你。我将自己完全献上，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，所有的悔恨，一切的称赞，无论苦与乐，都交托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迹，能成为馨香火气。我献上生命给你。过去的事，将来的事，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，
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奇，能成为馨香火祭。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献上生命给你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献上给你，我献上生命给你。将自己完全献上，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，所有的悔恨，一切的称赞，无论苦与乐，都交托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奇，能成为馨香火祭。我献上生命给你。过去的事，将来的事，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，我所有心，我在这里，耶稣，我在这里，我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倚靠他，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我们要用诗歌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拍手来赞美神。我的盼望，我的盼望，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。生命泉源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就是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
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我是永留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耶稣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再次宣告有耶稣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我们的赞美献给神，哈利路亚！ Amen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我们继续来颂赞我们的神，颂赞我们的天父，因为他是值得我们赞美的神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珠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珍贵能力都归于你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你是圣洁荣耀的神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珠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
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圣洁、荣耀、尊贵的神。谢谢主，你使万物丰足，百姓得饱足。谢谢你赐福在众百姓的身上，看顾保守，一路与我们同行。人生的道路有主同行，我们便能刚强站立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因着您，我们在这里相聚。我们也感谢您，在过去的日子里，你都在我们的身边。不论我们在工作、在学业，还是在家庭、在婚姻当中，都有主你美好的祝福跟保守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这一路上有你的陪伴，你成为我们的遮盖，引导我们的脚步，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。主啊，也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不致辜负你白白赏赐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现在来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
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。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是小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是小独生子主耶稣基督。请起立。如今软弱这一个刚强，贫穷这一生富足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如今软弱这一个刚强，贫穷这一生富足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，感恩，感恩，感恩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赏赐我们一切所需，主啊，我们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生活得饱足与丰盛，我们出入也有平安。主啊，也谢谢你在过去这一周，虽然在天气变化上有非常大的不一样，然后也有很多的风雨，但主，你保守我们一切身体健康平安，然后我们出入也都有你的保守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感恩跟献上感谢的源头，我们的生命能够遇见你，真的很美好。所以我们也要将我们你所赏赐的一切，无论是我们的时间、金钱、才能，为您圣工所用，来到你的面前。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，也求你教导我们，我们能够有一个敬畏的心，能够来使用你所赏赐的，能够来为你的国度、你的福音来宣扬，来建造迦南教会，对吧？谢谢你，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阿们。我们来报告。报告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念2遍。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，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，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丰富。以弗所书1章18节。第2次，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，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，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丰富。以弗所书1章18节。好，我们来看我们青年退休会的影片，我们也请陈汉执事为我们做补充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青年牧区，然后在双10连假，然后去那个宜兰东山2天1夜的回顾影片。好，我们这次参加的青年同工有32位，我们是一同搭车前往。我们这次的退休会主题是关系与连结，所以我们就会安排在这当中有很多的，无论是旅行或是一些小巧思，就是关卡小巧思，他们可以去破任务，然后去增进大家的感情跟关系。然后
是我们住宿的地方，然后有一个烤肉的时间。对，我们那边还有，我们有尝试那个用瓮仔鸡烤肉，用瓮仔鸡烤，然后第一次就成功，要感谢主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在民宿里面玩岛。凡事恩赐怜悯相待。好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破冰比手画脚，好，大家可以一起猜猜看有没有感觉他在比什么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没错，当场就是这样。一直找，跑哪去了？所以到底是谁？原来是你啊！在耶稣里彼此相爱，在耶稣里彼此。对，我们有温馨的那个玩岛之后呢，也有一个开心的娱乐时间，所以就是那个刚才那个唱歌，然后就进到第二天，然后就是通过晨祷开启我们新的一天。然后我们这次都有那个指定的 dress code， 我们第一天是营那个夏令营，那个以前的衣服都可以，然后第二天就是穿黑色元素的，给大家。然后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去宜兰那个中信文创园区，然后去像探索，然后跟有一些任务在里面当中玩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任务哦，就是这个，我们要用台语唱这首歌。大家有听出来是什么歌吗？对，答案就是让爱走动。每个要分组，然后唱每一个主歌或是副歌。互你会听变做社堂的外口，闪闪兮兮，我出上帝的听他。很有创意哦。对，然后这个活动呢，有点像那个密室逃脱，就是里面有一些间谍的感觉，所以呢，就是一个间谍的大合照。然后这个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就去头前教会参访，跟当地的主任牧师有一些交流。对，然后我们一起拍手将感谢，然后一起谢谢这支影片，然后也谢谢神的带领。好，就是欢迎，就是如果有就是想要来到青年牧区当中的，就是可以来到周六礼拜，我们就是会在当中一起礼拜之外，然后一起在信仰当中经历神。好，那我们就接下来下个报告。好，那也是我，那我会跟大家报告说，我们11月2号就是下礼拜天，我们是60周年的感恩礼拜跟运动员游会，那地点都是在桃园国小。好，那这边就是大家可以去中岛或是这边外面都有邀请卡。对，有小的名片，那名片就是有一面是音乐会的，然后一面是就是这个运动员友会跟周六那个感恩礼拜的，然后也有大张的。那这些上面呢都有那个 QR code 可以线上报名。那这个报名呢，就是要请大家，就是我们在10月27号，就是明天之前，就是要请就是还没有报名的话，就是请帮我们登记，因为这个跟认识我们那个活动的筹备，或是像纪念品啊，或是餐盒都有息息相关。如果没有登记的话就没有咯，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，或是提醒彼此，我们都要赶快登记。好，那我们总共有2个时段。好，第一个时段就是9点到10点20，是我们的感恩礼拜。
那第2个时段就是10点20到12点半是运动园游会。好，那我们也在看下一支影片，就是他会介绍我们运动园游会里面有什么关卡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支影片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11月2号就是我们迦南教会60周年的运动园游会了。我们地点在桃园国小。那当天呢，我们有设计许多闯关活动，鼓励大家踊跃来赢得摸彩券哦。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关卡吧。这是第一关，然后你就是把监狱这个球甩到这个桌上，接住就过关了。对，我们设计的运动关卡都非常的容易，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，大家可以踊跃尝试哦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二营的小指是这样。我们要比他还帅气，真的吗？但是不要看他这样一次而已。我们这个拍了15分钟，所以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的。沙包，然后这样丢过去，让那个塔整个就是翻倒就赢了。好，这投准嘛？没错，那你就一次机会哦。好，那就在这边。OK， 来。没错，就是要这样投准丢沙包，这是第2关。然后5颗之内将6个物品打倒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用这颗垒球，然后在那条线从这边丢过去，让接球员可以在圆形的范围内接到你的球，就完成啦。好，球给你，一次机会哦。对，我们这关是考验你的大家准度，但当天不会那么远了，就是会比较近一点点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把这颗篮球投进篮筐里面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很简单啊，好，一次机会。OK 啦。对，那这关是篮球，那我们30秒内投进5颗。接下来这一关是折返跑。你要从那个起点开始跑，这里总共有4个盒子，你一次只能把1个盒子拿回来，把4个盒子全部都拿回起始点的时候就结束了。那我会帮你计时哦。预备。对，总共有4个点，大家就是轮流把物品拿回来。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的。我们当天也不会那么远，只是我们会再近一点点，不用担心。对，那只要有完成就可以，就是大家尽力来奔跑，然后来运动一下。这一关是双人跳绳。对，然后我们除了单人之外，也有双人或是要一起团体的运动。我们跟我一队。OK。啊，这关就是2个人。那你们准备好就开始。7、8、9、10。对，就是成功跳10下。最后2关是排球跟躲避球。啊，可是这2关要10个人一起组队。10个人？对啊。可是我们这边只2个人。没错，这2关呢，就是要10个人组队，然后一起来玩。对，那就是排球的话，就是我们围一圈之后，然后互传。那躲避球就是玩一个小场的躲避球，你只要跟关主玩1分钟就可以获胜。只要你达成了，我们关主当场就会给你1张摸彩券。所以呢，我们有8关嘛，你最多可以拿到8张摸彩券哦。那这个摸彩呢，我们会在运动结束之后回礼堂进行，我们会抽出60个奖项。你只要在这个运动时间闯越多关，拿到越多摸彩券，你就更有几率拿到好奖，而且是可以重复中奖的哦。那就是11月2号，我们在感恩礼拜之后的运动会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动一动吧。好，跟你左右两边说，一起来动一动吧，一起来动一动吧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好，那当天那个桃园国小就是有一些交通上的资讯要先跟大家补充，就是我们当天呢都有民族路口，就是桃园国小的后门，那边就是比如说有油饭啊，有早餐店的那边，就是统一都从后门进校门，进桃园国小。那如果你有停车，你有开车的话，就是停车可以停文昌公园，或是比如说原本图书馆那个空地，它现在变成停车场。但是就是如果停那边的话，都要从比如说我们要再绕过来，就是从后门进校园，或是可以停是那个教会旁边那个中华停车场等等的，就是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这个资讯。
好，那这个就是当天我们那个桃园国小的地图，然后有一些像礼堂，我们在礼堂里面就会进行感恩礼拜。那这是9点开始，所以但是大家就是不要太准，9点是准时开始哦，所以大家要自己抓一点 buffer， 就是走进这个校门，走进礼堂的空时间。那这礼堂我们有摸彩啊，跟60周年的闭幕式都会在礼堂。然后那这个就是我们运动关卡。所以刚才像我们有看到像篮球啊、监狱这些，我们这些都会在那个群组中会再会让小组长去分享给你们，所以到时候你们都有这个地图。那我们除了运动之外呢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这次每个运动里面都有结合教会的历史元素，或是跟教会息息相关的一些元素在里面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一起透过运动，然后来认识我们的教会。那如果觉得体力比较不好，然后想要多走走或散步的话，就是我们司令台的左右两侧，就是我们这次有邀请6个公益团体，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那个60周年的庆典，然后也可以为那个慈善团体，然后来尽份心力。所以我们有邀请6个团体，然后有一些像宣导品啊，或是一些摊位可以去看看，或是去买，所以大家可以去那边看看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60个奖项，就大家可以这边批判一下。我们头奖呢是除湿机，然后后面的奖项呢，像有续集的餐券，然后跟蓝牙喇叭，然后跟像后面的就是全年礼券，然后像还有那个 7 的那个礼券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那个多去闯关，然后多拿到摸彩券，然后就可以来抽这些奖项，然后是可以重复中奖的，所以就是大家一起来踊跃来尝试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将那个时间交回给那个教授长老。我们给我们教会这么热血的青年一个掌声。青年辛苦了哦，为了我们60周年这个活动，我们筹备了这么多东西。看到这些青年，也就是看到我们教会未来的希望。好，我们现在接下来继续报告。我们小会报告，11月9号礼拜日第6次圣礼典，请预受洗者于本主日前向区长或小组长报名。然后本主日将进行敬老会，将颁发礼物给及在人在且满70岁以上之兄姐。那名单请见周报。那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做补充。好，大家平安。再来这个礼拜3就是99重阳节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在重阳节前的主日，我们一个敬老会。好，那在我们教会的周报的第2页有教会汇集在迦南教会，然后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啊。好，那我们要今天这场礼拜要有一位来代表，我们请我们在场的那个廖勋长老好来代表。好，我们拍手来欢迎每一位教会70岁以上的长辈，来请上台。好，教会都会致赠一个重阳节的礼金。好，身体健康。好，那我们除了一个礼金，我们还会有一个寿桃。好，寿桃。好，如果你是有汇集在这里的，你就会有一个重阳节礼金，好，跟一盒寿桃，里面有5颗。好，如果你汇集没有在这边，但是你年满70岁，哦，教会也会赠送你1盒的寿桃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在场满70岁的长辈。好，兄姐们，请你们站起来，我们拍手来恭喜他们。好，满70岁以上的好，70岁以上的，好，那请请大家站着哦。好。好，如果你已经有拿到这个寿桃，好，那请你就可以坐下。好，那礼金的话呢，好，由我们的小组长会来一一来颁发，好，小组长会一一来做确认跟颁发。我们这一场在我们迦南教会呢，今年总共有189位啊，好，我们的会员还不到600位啊，我们有189位满70岁啊，好，所以如果你想要长寿呢，好，就来迦南教会啊，好，都可以长长久久。好，我们再次拍手来恭喜这些70岁以上的长辈们哦。好，那我刚才看到在我们这一场当中，年纪最大的是邱玉姐哦，她91岁哦。好，那在上一场礼拜当中呢，有一位106岁的长辈啊，
好，所以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这一些的高龄的长辈，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，为他们来祝福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在今天的主日举行敬老会，特别为在教会当中70岁以上的长辈们，为他们来献上感恩。也求你祝福他们身心灵都能够健壮，出入都能够平安，也保守他们的日子每一天他们的日子如何，力量就如何。愿主你的灵从天浇灌，让他们每一天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，充满上帝的恩典。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、祷告、祝福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次给他们来掌声鼓励，好拍手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接着报告，财务部将于本主日12点15分于402教室进行财务会议，请相关人员出席。好，敬拜部门报告，60周年感恩音乐会于10月31号礼拜五19点30分于49号2楼礼拜堂进行。那在49号的1楼中岛有小卡，那请兄姐能够多多的去索取，并且发送给你们的亲朋好友，多多邀请他们来参加。好，侍奉部门松大讲座于10月29号礼拜三早上10点30分到12点，有一个心血管疾病的杀手走中的三高这个讲座，讲师是张家峰医师，欢迎各位参加。10月30号礼拜四，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理监事将参访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永和办公室。松联大学委员会也将于11月1号礼拜六早上10点于402教室召开，请相关委员参加。储蓄互助社将开始申请奖学金，那请各位在10月31号礼拜五前将想要申请的资料交到储蓄互助社来申请这个奖学金。我们来宾介绍，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来宾吗？没有介绍到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第一次对吧？很久才来到我们当中的许承凯牧师。还有雅莲师母在门口那边，好，欢迎他们牧师夫妇再度的来到我们的当中。好，嘉光的会友慧君，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，欢迎你经常的回来。还有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圣经。补充一下报告，就是说我们刚刚那些受讨那些礼品，如果说各位，因为你们可能还没满70岁，然后没有拿到这个礼品，可是你们很想要，那总务部这边呢，可以开放，就是说1份200块钱，然后请你们会后去找李梅干事或者是地下室在发餐盒的同工们，去向他们去登记索取，这样子，1盒200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经。因此，自从我听到了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，以及对信徒们有爱心，我就不断地为你们感谢上帝。我在祷告中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的天父，把圣灵赐给你们。这圣灵会给你们智慧，启示你们认识上帝。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，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，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丰富，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。这大能与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大力量是相同的。以佛所书，
1章15到20节。好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，请我们的许承凯牧师来传讲讯息。他要传讲的讯息是“迈步向前行，迈步向前行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。谢谢陈牧师以及小会的接纳，让我能够在教会60周年的时刻，再一次来到当中。感谢上帝，让我在2009年8月，一直到2016年的最后一天，大约7年多的时间，在你们当中学习和服侍。这当中，感谢真正的牧师的教导，让我知道怎样成为一个好的牧者。感谢陈牧师过去在社区工作上面打下的基础，让我可以在社区工作上面来发展。也感谢历任的长老执事，你们的信任，使我在信仰上可以不断的成长。更重要的是，要谢谢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过去的照顾、疼爱，让我们一家人都享受在迦南教会的大家庭当中，形塑出我们现在的样子，让我和师母可以在文山教会里面服侍，也让我2个孩子能够在大学的生活里面能够独立自主。再一次谢谢大家的照顾与疼爱。所以在今天来到你们当中，我就用一个简短的文来祝贺迦南教会60周年。我在上一场礼拜说，因为台语我不太会写，不像文成长老写的那么优美，我只能用华语。还好这一场是华语，所以可以用华语来念。迦南美地主预备，南北东西俱此处，教导百姓来信主，会众合一做主公，设立教会传福音，教育传承不停歇。60、100倍结果实，十字架上显主爱，周周同心来敬拜，年年数算主恩典。祝贺迦南教会60周年，生日快乐！在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。回想10年前，我有幸参与在迦南教会50周年。在当时通过长职同工他们讨论出来，那时候有个意向主题，我不知道在场的当时的同工就是长老执事，你们还记得那个主题吗？设立家光，答对了一点点。那时候的主题是家光50，迦南50相传永世，兴起家光，万人服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今天60周年的此刻，我们是否已经完成了迦南教会50周年的目标了吗？或是说，我们即将准备进入下一个世代了吗？在今天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，它的主题是上帝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完成的计划，就是让天上地下一切的被造者都归属基督，以他为首。所以如果我们按照以弗所书的主题，我在想以弗所书要提醒我们的是，就是我们无论思考的所计划的，都要以基督为首。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我们要去完成救赎计划的功效。以弗所书虽然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可能认为不是保罗亲笔写下来的，是他在述说之后有人代笔写的，然后挂上了保罗的名字。不论如何，这是保罗书写的书信当中，其实有我们值得去学习认识的地方。就如约翰加尔文所讲的，在所有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，他最喜欢的就是以弗所书。这一封书信让约翰加尔文他喜爱看重，我想很可能是因为这封书信在讨论的主题是有关于教会。在
保罗的思想里面，教会的头元首就是基督，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元首的头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夫妻的关系一样。所以，当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重整教会的时候，并且他运用重整之后的力量来改革瑞士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，以及帮助人民恢复信仰的生活，当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封书信，在读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明白使徒保罗对于耶稣基督的名所建立的教会，他有一个期盼存在。我们从这封书信，如果从第1节开始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一位基督使徒的一个特色，就是保罗他点出了他的权威，他这样写着：奉上帝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保罗。这一句话是在表明使徒的一个权威，以及他要求那些准备要在教会当中担任职务的人，他们要知道如何去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又要如何去完成那些事工。保罗会这样讲，是因为他见过复活的基督，他见过复活的基督，成为保罗一个蒙召的基础。而因为这样的基础，基督就指派保罗去执行向外邦人宣教的使命。我想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在看保罗一生的宣教工作当中，他最为出色的地方，就是向外邦人宣教。也就是他不是对犹太人在做宣教。所以保罗所做的一切，有的时候我们在新约当中所读的保罗书信，有学者把他说这是保罗的神学。不论如何，保罗所要带给我们的就是，保罗他用功能性来解决面对每一间教会、每一个地区不同的形态。但是保罗很清楚的表达一个真理，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任务，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更加要让我们去注意了。基督是头，教会是他的部分，也就是肢体。所以当我们今天读15到20节的时候，保罗在为着以弗所祷告的这个时刻，其实这个整个内容，保罗是在陈述他已经知道的事情，就是有关在基督里以弗所这些信徒一个信心的消息，还有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对他同伴所表现一个爱心的行为，这一切都传到了他那边去了。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，保罗是一位代祷者，他是虔诚的持续的为会众祷告的一位宣教师。他不只是为那些个人在祷告，他更着是为那一群他所认识的，或是认识他的一个群体，不在他当中很远方的人在祷告。所以保罗的这一番祷告，其实以当时的情况来讲是蛮特别的。这个特别是因为它的内容说得非常详细，就是跟其他的使徒做比较的时候，这一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祷告。那如果我们从原文去看的时候，这一段祷告词它所使用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祷告文，这也跟保罗所受的背景训练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在这一段祷告里面，我们去窥探保罗的思维，也就是在他的这一段祷告当中的目的是要颂赞上帝，是他的目标。他又将耶稣基督复活，使基督成为教会的头、教会的手，这是他的思维要传达给以弗所地区的人。所以在保罗这样的一个祷告里面，我们可以抓一个重点，就是在他祷告词的信息当中，是要传达上帝伟大的全能。
而在这一段思考当中，跟当时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他为了讲述这个全能的运作，他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说这是上帝全能记号的一个展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都在上帝的全能当中。那么我们说，那既然我在上帝的全能里面，我什么都不用做啊，反正上帝他会预备啊，上帝他会使它实现啊。在这个全能里面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想，我们应该去思考、回想，在过去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有让人听到主耶稣对主耶稣有信心吗？以及我们对信徒有爱心的相关行为吗？我们回过来看这一段经文，保罗在为着以弗所的信徒，不停地为他们感谢上帝，并且祈求圣灵赐智慧给信徒。他祈求上帝开心眼给他们的时候，这是在保罗的祷告当中。那么我们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样的祈求呢？的确，保罗为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模范，他一直在为着信徒祷告，在信仰上美好的见证献上感谢。感谢、代祷都是祈祷的内容。祈祷是跟上帝做一个对话，这在我们信仰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有人说，只有骄傲的人不会祈祷。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他是因为心中没有上帝，所以他不会也不愿意祷告。我常常遇到有弟兄姐妹说：“牧师，你帮我来祷告。”我也常常在生活中为着大家来祷告，为着他们在生活、在工作上的见证献上感谢。特别常常有一些刚信主的，他们会说：“牧师，我不会祷告。”或者说：“牧师，我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。”还有人会说：“牧师，我怀疑上帝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，听我跟他的祷告内容。”其实祷告或感谢很简单，就是只要说出你心中的话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没有将内心真实的话语说出来，那么你的祷告就不算是祷告，甚至还有可能很容易是在变成在欺骗上帝。过去那段在江南教会服侍的日子，我记得每一次礼拜结束之后，牧师和长老会站在台前，邀请那些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来到面前。大多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的病痛、心灵的欠缺、家庭的成员关系、个人的工作等等，多数都是为了自己个人的需要来祈求上帝的施恩、怜悯与医治。不过我在想，如果我们都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上帝的那个时候，我们都把我们的眼光注目在耶稣，我们都愿意让圣灵来带领的时刻，我们的祷告或我们的祈求就不只局限于在个人的需要，我们会将祷告的范围从个人向外扩展。我们会为着教会弟兄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，我们会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祷告，我们会为着未来的方向和规划来祷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仔细思考一下，你愿意将自己的时间分别出来线上祷告吗？你愿意在这个祷告的工作上面，使自己可以坚定地走在上帝恩典的道路上吗？今天的经文我们有读到一段是圣灵会给我们智慧。智慧这个字是在表明着我们能够知道、理解有关于上帝的事，也就是一个人要明白上帝，绝对不是依靠个人的能力才能可以达成的，
而是需要上帝的灵带来的启示。在早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那个时刻，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并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，甚至有的人连文字都无法阅读。但是他对于这些信仰前辈，他对于上帝的事，他却很明白，他很坚定，不会因为遇到了挫折困难，他就离开了，反倒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，他更对上帝更加信靠。所以在这些信仰前辈当中，他们的生活上的物质虽然看起来很艰困，对于我们现在来比较的话，但是环境给他们造成生活上有很大的压力。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埋怨上帝或离弃上帝的诫命，是因为有圣灵的力量与他们同在，启示他们明白上帝的慈爱。所以当今天我们有这样丰盛的恩典，我们过得还不错或过得很好，这都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赏赐。会不会因为这样导致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却越来越少？我们会以为所有的一切依靠我的才能，依靠上帝给我的智慧，我就忘记了。所以有人这样说，基督教的信仰的奥秘，往往在谦卑的人心中产生了力量，却在骄傲的人当中消失了。保罗称赞以弗所教会，他们有信心、有爱心之外，他也答应为他们祈求上帝的赐福，使他们能在行为见证认识耶稣基督的爱。所以当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他祈求上帝开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，让他们知道受召就是受呼召的盼望是什么。其实他在写给哥罗西教会也是这样，他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这样写说：起初福音的真道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，你们就听见这福音所带来的盼望，这样你们的信心和爱心都是以那为你们保存天上盼望作为依据的。这很清楚的说，这个盼望指的是来自于天上的奖赏。他写给腓立比教会，他说：我向着目标奔跑，为了要得奖赏。这奖赏是属天的新生命，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呼召我去领受的。所以基督教最大的盼望不是来自于人的奖赏，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奖赏。这是一个属天的奖赏。那么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简单用一句话说，它就是得救。如果信仰不能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个得救的盼望，那么信仰就会成为一个空的、假的、不切实际的。基督教信仰最大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得救是即将来临的。而这个盼望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础上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是教会的身体，也是使徒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他们的信仰当中的一个告白。所以如此来看，教会是一个信仰的团契，是以相信我们生命救主作为基础的。所以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。如果我们教会没有这个使命或失落掉了，那么我们存在于这个社会，存在这个世界就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的去保持、建立这样的一个信仰以及使命。今天我们的教会应该以圣经作为我们信仰指导的最高原则，而我们不是用人的话语来作为我们建立教会办理事务的根据。我们应该是以圣经的话语作为中心，
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来拯救我们生命的主。教会说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身体指的不是礼拜堂这个建物，身体是指的组成教会的整个信仰团契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所以组成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分子，都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而身体所代表的是可以摸得到、可以感受得到、可以看得到、可以体会得到的实体。所以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基督徒，或我们说教会也好，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就是我们的言行举止，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都代表着耶稣基督。那是因为我们就是他的记号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印记。那么我们就不能把我们的生活、工作跟信仰来分开，我们应该是要结合在一起的。我们不能说我们只有礼拜天来到教会，我才是一个基督徒。离开了礼拜堂，等一下12点一离开，就说我现在不是。我们不能这样把它分开，因为无论我们走到哪个地方，我们都带着耶稣基督身体的这个记号，因为这个记号会让别人因为我们而认识耶稣基督，别人会因为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同在。我们要牢记这一点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也是我们信仰告白的一部分。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告白或认知，那么我们很难在这个世界当中去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个世界所带来的种种的问题和困难，我们要坚持学习我的身上带有耶稣基督的印记。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告白。我回顾过去，我还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在2009年我来到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教会主题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？2009年那时候的主题其实用了很多年。对内是个祷告的教会，对外是个宣教的教会。在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教会推动1年1本书，从敬拜人生、团契人生、侍奉人生、成长人生、宣教人生，让各区各小组定一个目标，然后一起是一个教会全教会的灵命成长的运动。当然当中有一些评分，比如说主日礼拜出席人数、小组聚会，还有礼拜5的祷告会，当中当然有一些学习的作业、见证分享、关怀代祷，以及凝聚力、向心力。那时候我来的时候，记得有一次，我来的时候只读到后面2本。那时候记得有一次礼拜5的祷告会，那时候教会的规模跟现在也差不多500-600人。你知道那一次礼拜5的祷告会有多少人吗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190几个人，占了教会1/3。而且那时候的小组凝聚力，我想那个已经传承延续到现在，就是小组当中有婚丧喜庆，就是整个小组一起动员，与哀伤的人同哀伤，与喜乐的人同欢乐。而我在想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定睛在上帝，而且是每天浸泡在上帝的话语里面，用祷告托住每一位弟兄姐妹、家庭小组以及教会的事工。我在这里虽然在回顾过去，但是不是要大家回到过去的那个景况，因为现在的人、事还有环境都不一样了，世代已经在交替了。今天看到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，
很开心，也看到很多其实我不认识你们的弟兄姐妹，我更开心，因为我们的教会持续不断的接纳所有的人进到我们当中。我们不能去否定过去的一切，因为如果没有过去的经验成为现在的基础，我们就无法站在这个基础上向上来跳跃，向前来迈步。其实这当中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祷告里面寻求上帝的旨意，我们要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我们要顺服着圣灵来带领。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其实我们还是会面对很多的状况。那么我们要如何来面对未来的挑战呢？或者说，我们想到未来，哇，好像有做不完的事工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常常开玩笑说，不是开玩笑，师母过去会跟我开玩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牧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博智牧师他已经规划好未来的目标，他也定了计划。那我们应该如何一起迈步向前行呢？我虽然不在你们当中，但是我有加那个 YouTube 我们教会的那个频道，我时常把你们放在我的代祷当中。所以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聚焦在上帝，在耶稣，在圣灵，我们用行动来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。我们在教会里面献上自己。过去在教会里面，郑牧师告诉我一件事，就是成全圣徒，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在服事当中，让我们从心里来服事，让我们找到自己的命定呼召，我们享受在服事当中的喜乐与甘甜。今年迦南教会60周年，这个主题我在写讲道稿的时候，我很怕写错，我就一再不断的从那个影片啊，从我们的照片里面啊去确认迦南60宣教路，薪火相传主领路。还记得刚刚前面我说的50周年的主题吗？迦南50相传勇士，兴起家光万人服侍。相隔了10年，这2个主题都有2个重点，也就是传承和宣教。我想这已经成为迦南教会一个特色，也就是说我们的 DNA 了。而这个 DNA 这个特色，也是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的。可以说，这是上帝给迦南教会一个非常美的礼物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位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是60周年的庆典。我们虽然一整年在欢庆，但是庆典过后，却是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。在未来的10年，我们通过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小组长，以及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同心合意的一步一步的去完成传承和宣教的目标。我想，我们要让迦南教会的十字架成为在地的一个指引，指引和人进入到上帝的恩典里面，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让圣灵的扶持帮助每一个人。让每一个人进来的人，能够让他们的生命绽放光芒。最后，牧师要邀请你们把眼睛闭上。我要讲的这个问题，你们用听的就好。你们愿意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一起迈步向前行吗？愿意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主耶稣，
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的同在，让迦南教会在60周年的这个此刻，我们回顾过去，我们知道你赏赐极大的恩典礼物，我们也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必须倚靠你，用你的话语成我们的帮助和力量。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共同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去见证、去建造上帝的慈爱，在我们当中，使人看见了就欢欣的来靠近你。求你赐福在我们当中，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使他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到更新。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现在邀请各位一起站立，我们用这首诗歌回应神的爱。神邀请我们与他一起漫步。路上有你温柔牵引我
心来领受上帝的赐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与喜乐，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与盼望，圣灵的扶持与安慰，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我们一起继续来拍手来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！因为神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。阿们。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有水永流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举起你的手来，大声宣告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耶稣在我里面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再次有耶稣，哈利路亚！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大声拍手，把荣耀归给耶稣，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在我们要结束今天聚会以前，好，再次邀请大家，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好，你可以拿我们的邀请卡或是邀请的明信片，好，可以给我们的朋友邻居。明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，好，我们目前有560位弟兄姐妹报名，好，嘉光教会就有65位哦，好，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努力，好，能够有600位一起来参加，安利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跟你旁边说，我们下礼拜天在桃小一起见面，好，一起敬拜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下礼拜我们一起在桃小一起敬拜，下礼拜我们在桃小一起庆祝60周年。好，那我们再次拍手，谢谢许牧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，还有雅玲师母，我们也继续为他们在文山教会的服事祷告。好，这个礼拜五我们有音乐会，也欢迎大家礼拜五晚上7点半，好，能够在49号2楼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会到这边。好，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彼此请安平安。我们有爱餐哦，在49号的2楼。